Q 山线是1908年开好的，是台铁的工厂地背青南的路线。路因为做得讲气压实在过难驾驶，1998年的时间停驶的。12年过后，初5几年爱复驶，本轨道火车面非常期待。也复驶的路段对上义站到泰安站会经过7条路、3条铁桥，韩国会派青高的新型车站，有名的龍田屯橋也到。喺西部縱貫鐵路當中，Q 山線也係人文景觀超豐富嘅一條路線。东铁片有动所生嘅蒸汽火車向工商，係一多人寒舍時節嘅記憶。而從未帶定大家行業是共同用嘅。1908年去完成嘅 Q 山線，工廠動作未經過動盪嘅困難挑戰，每日正軌路提示高高大大加動氣。故所喺1998年9月停駛，不過也未係佢最珍貴嘅位數。火車從352嗰邊一路北上來，用25%嘅坡架北人上來，25%就係講水平距離1000公尺。兩片的高低差有25公尺，按所形成的夾角。其實對於火車來講，開火車來講，係一個技術問題。唔係技術行好嘅人，行開唔過一段。透過亞洲相片，可能陳協 TV 其中嘅獎，實際行業中將做得真實體驗到。那麼 Q 山線再個重新營運嘅路線，會第3叉頭到新型叉頭，再個到泰國叉頭。其中軌路未可能到有名嘅龍田屯橋、女沙村橋同泰國海橋、三渡橋梁。另外還有通過7里路，其中包含嘅連沙嘅農業，未係鐵路面最垂涎嘅景點之一。因為水塘一節一節嘅嗬，多數搶火車嘅高架嗬，我安尼一下講一下啱，一下講一下啱，呢種感覺我較貼切。唔過搶火車已經過嘅話，其實搶喇叭貨啊，都看到講people安尼對於龍嘅效益嘛，安尼比出來。Q 山線地背最受歡迎嘅就係新型火車頭。10多年前停駛過後，未開放嘅公共客嚟到也得不了，順空未開嘅一道動於客家風情嘅點架哦。不過一下第6月初5重新再個營運過後，唔係做得坐等蒸汽火車親身嚟體驗也得別嘅風情。除咗軌道嘅動搖鐵石嘅景觀之外，更係國寶級鹹鹹嘅有70年歷史嘅4K124蒸汽火車，咪係最想念呢。下次會希望帶全家來玩，就一起來坐火車。因為更加嘅觀光地方嗬，改人工化嘅，也是台灣保有嘅呢客家嘅米投入錯嘅啦。對這個蒸汽火車來講啊。看起來哈，我們可以讓這個後代能夠看到說，過去這個傳統的工藝之美啦哈。此街路田野景色，同鄉邊嘅龍田屯橋，鐵橋上嘅豐富自然生態，還有保留日本蘇北而嘅叉頭建築，聽聽蒸汽火車嘅腳步，一條將嘅景色都看得到。天天嚟看，慢慢嚟體會Q 山線嘅故事，未會繼續傳承下去。客新聞分析上語苗利報道。